在繁華嘅香港都市中，有一對可愛嘅熊貓嘉嘉同埋德德，誕生喺香港海洋公園嘅熊貓館。德德總係好奇咁望住欄杆外面匆匆嘅人群，佢似乎感覺到人們正在尋找一種更平衡嘅方式，既發展經濟也顧及生態。一日，公園管理員帶來一個好消息，一項城市森林計劃將會把更多綠色空間融入社區。佢哋喺公園角落下種了一片樹苗，吸引蝴蝶同埋小鳥歸來。德德望住呢啲新樹苗，安心咁食呢啲竹子。這些樹木將會保護土壤，守護水源，成為城市中嘅微型棲地。呢個小小角落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永續未來就喺經濟活力、宜居城市與自然生態嘅和諧共處之中。